空氣與人和植物的關係。人需要呼吸來維持生命。呼吸系統由鼻、氣管、支氣管、肺等器官組成。我們的身體會吸入氧，呼出二氧化碳和水蒸氣。植物和人都需要呼吸，而植物會以水分和空氣中的二氧化碳作原料，並由葉綠素吸收陽光，作為能量來製造糖，供給植物生長。這個過程稱為光合作用。植物進行光合作用時會釋出氧，平衡大自然中二氧化碳和氧的成分。空氣污染的成因和影響。空氣污染主要來自發電廠和汽車所排放的廢氣。污濁的空氣會令人身體不適，引發呼吸系統、心臟等疾病。我們要留意空氣質素健康指數，作出適當的措施，改善空氣污染。空氣污染除了影響市民健康，還會對社會造成經濟損失。政府採取不同的措施以改善空氣質素，例如鼓勵使用較潔淨的燃料推動汽車和發電。我們也可以一同改善空氣質素，例如節約用電、參與綠化運動等，為保護環境盡一分力。